三種完全唔同嘅高音控制方式，中國 DK 升 min， 你真係聽得出差別嗎？先睇中國，佢嘅高音好穩好準，唔係爆出嚟，係控制住上去，係好乾淨，幾乎冇多餘力，幾乎唔會失手。中國係精準型主唱，聲音穩定，音準高，高音係用控制完成。再睇 DK， 聲音厚，力量集中，唔係快，係頂住再推上去，會有一種壓住你嘅感覺，你會感覺到一種壓感。DK 係力量型主唱，聲音厚實，爆發集中，高音係用力量推上去。最後升 min， 佢嘅高音好穩，冇太多花，但幾乎唔會失手，一路穩住，幾乎唔會跌，聽落一路保持住。升 min 係平穩型主唱，音準穩，控制平均，高音係靠穩定完成。中國精準穩準 ，DK 力量厚壓，升 min 平穩平穩，三種完全唔同嘅高音方式。你支持邊種？可以留言打 DK 中國升 min。